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打败拖拉怪兽。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叫阿丹。他最喜欢在放学后和他的狗狗 Cookie 在公园里玩。但是每当妈妈说阿丹该写作业咯，他的胸口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像有一只隐形的拖拉怪兽在扯他的袖子，让他只想玩玩具、看电视，就是不想碰作业本。一个特别闷热的下午，阿丹趴在书桌前，盯着数学作业发呆。突然，他的铅笔盒“咯咯”一声自动打开，一团蓝色光芒飘了出来。一个戴着蓝色尖帽的小精灵跳了出来。Hello， 我是来自作业王国的皮皮精灵。小精灵的声音像风铃一样清脆。我发现你的拖拉怪兽已经长得太大只了，再不处理的话，它会吃掉你所有的游戏时间哦。阿丹惊讶地瞪大眼睛，真的有怪兽在我身体里吗？皮皮点点头，从口袋掏出一面会发光的镜子。你看，镜子里映出阿丹的胸口，果然有一团黑蒙蒙的雾气在蠕动。别担心，皮皮挥动他的星星魔杖，只要学会小勇士4招秘技，你就能驯服这只怪兽哦。第一招，任务拆解秘技。皮皮精灵跳到数学作业本上，魔杖一挥，整页作业突然飘到空中，变成一个巨大的巧克力蛋糕。哇！阿丹忍不住伸手想抓，等等，皮皮阻止他，直接吃整个蛋糕会噎到，对吧？写作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哟。皮皮教阿丹3步骤。第一步，魔法餐刀。首先用尺把作业切成3块。第二步，美味顺序。先做最简单的部分，建立信心。第3步，消化时间。每完成1块就休息5分钟。阿丹试着把数学题目分成3部分。第一块是5道简单的加法，他很快就完成了。原来分开做就没那么可怕。休息5分钟的时间，他开心地吃掉2颗草莓当奖励。来到了第2招，难度分级秘技。第2天写国语作业时，阿丹又皱起眉头。皮皮立刻变出一个会发光的迷你红绿灯，来玩交通指挥官游戏。
每道题目都是一辆车，你要指挥他们安全通过。绿灯车就是你可以自己解决的题目，挥手快速通过。黄灯车需要花时间想一想，要放慢速度。红灯车完全不懂，找警察妈妈或爸爸或老师帮忙。阿丹用3色荧光笔标注题目，先解决所有绿灯车，黄灯车慢慢想，最后遇到红灯车就举手问大人，就像玩游戏一样，他顺利指挥完了所有作业车辆。接着第3招，专注力秘技。隔天下午，当阿丹在练习写字时，写到一半却开始玩橡皮屑。皮皮突然吹响哨子，注意，分心妖怪来袭！快启动时间魔法和时间比赛。魔法启动，首先把沙漏倒过来，沙子开始流动，也可以使用计时器10分钟。再来变身雕像，身体像木头人一样不动，只能动手指写字，眼睛像探照灯盯着作业，小手像被胶水粘在铅笔上。魔法解除，就是当沙子流完就叮，或计时器发出声响，就可以活动了。阿丹觉得好玩极了，他跟皮皮一起先扭扭脖子，动动手指暖机，大喊魔法开始，倒转沙漏或按下计时器。阿丹真的像雕像一样专心写字。沙子流完时，他开心跳3下庆祝。哇！我刚刚写完2行生字耶！阿丹惊喜地发现。皮皮笑着说，因为分心妖怪最怕安静的小雕像啊。最后也是最好玩的一招，当小老师角色扮演秘技。每次星期五的写字作业总是让阿丹很苦恼。皮皮眨眨眼，让我们开一所丹丹小学吧。他把绒毛玩偶当成学生，阿丹戴上眼镜当老师，要教玩偶们写字，用白板详细解释每个字该如何写。同学们，这个字我们要怎么写呢？阿丹认真地想着，突然拿起笔，在白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每一个生字。他一个字一个字教着玩偶们写和念，还画上可爱的插图帮助记忆。教着教着，阿丹发现这些早上还记不太住的字，现在居然牢牢地刻在脑海里了。皮皮精灵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开心地拍手。太棒了！阿丹老师教得真好。原来教别人真的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耶！阿丹惊喜地接话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皮皮要他当小老师了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阿丹和皮皮精灵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写作业可以像探险一样有趣哦。记住这4个神奇秘技：蛋糕切割术，把大任务变小块；交通指挥官，用颜色管理难度；时间魔法师，和沙漏比赛专心；当小老师，教玩偶学得更快哦。下次作业时间，不妨和阿丹一样，准备好你的勇士装备：彩色荧光笔当交通灯，沙漏或计时器当魔法道具，玩偶当学生。相信你一定能成为打败拖拉怪的作业小勇士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你的铅笔盒里也住着一个等待现身的皮皮精灵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